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踮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为你打拼打拼，有时无想生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情深付出有偌大。
阿伯啊，惊死人！你即摆哦，面色好水的咧，无共啦，啥物无共？变偌少年的，你也唔相信哦？你也唔相信？我讲，过来吼，观众看卖啊！哇，那观众一定讲你差不多4、50岁尔。对对哦，阿妹无啊，面色安尼红得赤子，哦，你精神确实够好。这若甲建华见面咯，建华看到一定足欢喜的。对，哇，你今仔看起来特别水哦。你讲安尼有影？是啊，真实的啦，阿妹无啊，100%吼，你的型哦，总无共伊咯，较像影。继续青春的。健康麦，有水无？安尼上解好，我心情好吼，啊明仔载来当甲建华见面，我嘛才袂互罗顺的闹开。对。大姐，来这坐啦吼，来这坐，歹势啊，啊这较无用。啊坐，来这坐啦吼。来。歹势啊，我出来甲你点菜哦。这。还是啊，人去较济较乱啦。来，啊，要食啥哦？来，我来提菜单吼。阿爷，啊，就好啦，啊，咱要食啥？来。哦，伊都无用的吼，免来客气啦。无啦，我就我某哦去补货啦，啊，我拢替人的，我做我家一人做。恁爹啦，关心我哩。认真的哦。我讲啊，是毋是这个啊？哟，嘉诚呢？是啊，啊，无讲哦，经过遐一年啊吼，我嘛无啥确定啊。安尼哦。阿哥啊，我来问，你问我来问。人去啊，你要点啥菜哦？歹势啦，这点菜吼，看用啦。是讲哦，先要请问你一件代志啦。有啥物代志？你做你问啦。头家啊，歹势请借问的吼，啊，你餐厅上拿手的菜是啥物菜？你讲我这间餐厅啊，这趣味头尾大家嘛知。那我这间店哦，上拿手的，就是跳球啦。不跳球？是。跳球？无啊，大哥，不跳球？你有讲唔对无？我要哪讲唔对？啊，确实我就是不跳球啊。这问的，啊你这个菜名是伫倒学的？这伫咧福州啦。福州？是啊。唔对哦，会对啊。福州的下门的头家哦，有够趣味的。伊讲是要你上歹人，啊，因帮你做贼王，因惊你做土匪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人客啊，你听唔对啦，迄是因为我咧头家吼，啊，就上歹人，啊，伊迄福州迄个腔哦，较重啦，你听唔对啦。对啦。头家啊，你真讲哦，我敢想到呢。伊讲哦，我甲要跋规定哦，要入去甲点菜啦。你个上海人迄头家，我甲你规安尼，杀，我安尼行甲。系啦。来，看要点啥菜？你每个拢伫25到28休困是毋是？25到28。对，我每个月吼25到28一定爱公休啦。安尼哦，啊是安怎拢伫迄几工一定爱休困？因为安怎？你想要找你的查囝对无？无啦，歹势啦，我是干那讲吼，要找一个人安尼尔啦。是啦。是啊，你要找人哦？这到底是什么代志啊？你哪弄较知我清楚啊？我的代志你弄较清楚啦，哈？你敢是姓陈，叫做建华，46岁，住湄洲吼。是啊，
我叫陈建华，我今年46岁，我住湄洲人，我是湄洲人。对，阿伯，这里无对。建华，你什么我找着啊？我为了要找你哦，大了是走透，你知影无？我算我找着建华。你这到底什么代志啊？金妈兄，是安尼讲啊，照你讲起来，我妈伊就是你阿姨啊。阿姨，是啊，我甲你讲啊，这代志是安尼啦，伊叫做阿皮婆啊啦。伊是恁阿爸吼，罗顺的伫台湾得娶的某啦，伊哦专工来找你的呢，你敢知影？是啊。代志就是安尼啦。哎呀！你是我的阿爸我阿爸是买亲戚来看我，讲你来找我啦。你某即摆是去倒？你某即摆是去倒？你讲阮太太，伊去保的啦，无伫哩。我实在是不爱相信，我阿爸生来过会思念着我啦，我实在是不爱相信啦。你讲的什么话啊？事实就是摆在眼前，你是安唔相信啦，对无？这位是。伊就是阿皮婆的查某囝，叫做春兰啊啦。对啦。金妈兄，啊，这位是阮庄的啦，伊叫苦辣的。多几个，你好。啊，这位是吼，阮庄的叫猪哥姑啊啦。对啦，以后万事拜托。是阮第个村的啦。我是湄洲人啊。我陪因吼来找恁阿母吼秀兰啊啦。因等台湾来吼，就是要找因子孙啊。我陪因吼顺早出来找安尼啦。啥物安尼尔？阿皮婆要找你，找甲偌辛苦啊！你知影无？建华，这罐花莲哦，都是恁老爸寄要互你的。我袂用收的。戆囡仔，这恁老爸啊，一家手指哦，都寄要互恁某的啦。这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嘿啦。对，收起来，唔惊来安尼啊！外口有话，我来摸，水来。对啦，这都恁阿爸交代讲要互你的吼，你就必须收起来啦。我袂用收的。收起来啦。对啦，收起来啦。收起来啦。过来，加酒了。阿妹对我拼。建华啊，这物件送你。这卫生纸，你喺餐厅内底上适合用的，迄个人去食饱的时阵哦，用迄卫生纸安尼甲切个到底，我舒适的哟。哎，泡面，你即摆店吼生意好，货补量无够哦，用迄泡面摕出来，甲伊冲落去哦，真够的哟，生意一定愈来愈好的。做啥嘞？收起。爱收起来啦！建华呀，你都唔知影。我伫咧台湾来时咯，炸花这哟，安尼啊话，我即马甲你偷讲，因吼拢帮我家一个咧摸我艰苦的哟，爱收起。金妈兄，谢。是啊，你若无收起来吼，啊可能暗时会困袂去哦。对，好。对啦，一直讲甲恁讲话，我想讲恁即摆巴肚一定真了，我来给你传食的啦，食完了后，好啊休困，我明仔载吼带恁来去北京佚佗，吼。小等。哎呦，你想你咧做，啊，带阮去佚佗，啊，你要点啥过啦？哎呦，阿姨啊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我店的吼，休困几工啊，无做生意嘛无要紧啊。对，休困几工。哎呦，啥物？阿皮婆找你的阵吼，我是做甲偌辛苦哦，你知影无？你讲要带伊去佚佗吼，好，这个孙子，我赞成啦。赞成。哇，叫我听到安尼讲啊，咱就到底来佚佗。是啊，脚吧，来佚佗。赞。有偌大。春兰啊，哪也无咧叮当啊，都这是药品啦，啊，食是来伫内面啦。这个对啊。计划在内面等来食。
妈，这哦，这就是我北京上有名的熊猫馆啦。啊，熊猫馆哦，哦，啊来到这当看到熊猫啦，啊，正好正好。有啊，伊过来我真快啦，啊来这熊猫有遐头发。精心付出偌大。阿姨啊，你咧想啥话啦？建华，我想吼，你着紧转去美洲一逝哦。恁老母足思念你呢。我知啦，你的心肝内哦，敢若想讲还未找到雅慧的进程，心肝内一定真艰苦。伊毋过恁老母遐老啊，需要一个人甲照顾啊。阿姨啊，你讲这吼，我拢足了解，但是我毋知要甲你感谢才好。国公，你若咧甲我感谢啥？我是你的阿姨咧，哪着讲迄款的话啦？建华，啊，你当时要转去美洲嘛？啊，阿姨啊，我甲你讲吼，迄头前有介济哦好佚佗的所在，我带你来佚佗啦。啊，这项代志哦，连讲咱再我讲啦吼。有啦，咱连刚刚就讲，头前真好耍，我带你来佚佗啦吼。行行行。声，亲像是阮心声，只有一脚提上陪伴我一直行。啊，轻轻来叫一声爸爸妈妈，两比你啊真勇行。
阿姨，你这是？哎呦，讲囡仔咧，这2天啊，你拢顾带阮去佚佗，生理也无卡做，啊，所以全你伫咧开，来，你这地量做所有哦。阿姨啊，这袂用的啦，我安怎就袂当收你这个钱啦？你若安尼讲，我是恁阿姨呢，叫你收起来就收起来，哪会晓讲袂收？阿姨啊，我身躯就够有钱好用的，你。建华兄，我嘛叫你收起来，你就收起来，要若无我嘛是艰苦。对啦对啦，收起来收起来，这地咧啦，地咧通做所有去啦。多谢。建华，啊你即马有啥物打算无？这。我妈意思是讲，你当时要转去湄洲啦，啊，秀兰大庙年会遐尔啊济啊，庙会佫足需要你的，所以你讲到这几年来，我心内是嘛真痛苦，啊无尽着做老爸的责任，为着要找雅慧，我心内嘛真不安。结果呢，一年找过一年啦。有当时啊，想讲会当转去湄洲的时阵，是毋是会当伫下一庄头找着雅慧？结果呢，一庄找过一庄，一年佫找过一年，结果连一个人影嘛无啦。建华，我知影你的意思，不要紧，你即马赶紧转去湄洲，恁老母才会放心的啦。建华兄，你放心啊，我嘛讲会到做会到，一定替你找着雅慧的啦。哎。